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嘅頻道港九颱風追蹤站。喺影片開始之前，希望大家可以用少少時間 like、share 同埋 subscribe， 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喺影片後 comment 我哋，希望我哋可以更加精益求精。我哋今年嘅目標就係100訂閱。我哋今日會講嘅重點就係未來幾日嘅天氣預測，同埋呢一兩日會唔會再有機會有暴雨啊，同埋甚至乎要發出暴雨警告信號呢？未來西北太平洋嘅熱帶氣旋嘅狀況，同埋甚至乎可以講埋而家世界唔同各地嗰熱帶氣旋係如何啦。最尾我哋會講埋最近亦都有傳媒體有討論嘅香港會唔會喺下個禮拜打風呢？ OK， 我哋先睇下香港天文台而家發出嘅特別天氣提示同埋而家發出警告先。可以見到啦，而家有雷暴警告信號，同埋咧香港天文台亦都發出咗一啲則特別天氣提示。佢話喺本港西南面嘅雷雨區正逐漸靠近喎，預料喺未來1-2小時會影響到香港。市民請留意天氣變化。我哋可以見到雷達圖，呢個位即係喺大嶼山西南面嗰個位咧，已經開始有嗰個強烈雨區已經影響緊佢哋啦。所以我哋預料佢強烈雨區然之後會由西南向東北會橫過香港。我哋唔排除當中會唔會因為佢個雷雨區可以喺近岸之前再增強，或者可能近岸再減弱，所以我哋唔排除一樣嘢係。至於今次會唔會發出呢個暴雨警告信號呢？我哋而家都仲未，我哋咁睇嘅話，我認為發出暴雨警告信號，因為呢場暴雨因為呢場雷雨發出暴雨警告信號呢，我認為機率係中等至較低，尤其是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呢，我覺得係有機會，一定機會發出嘅係，因為你見到佢嗰個雷雨區係影響到覆蓋到成個香港，例如你見到即係佢可以最北可以去到去到石崗個位啊，但佢最南亦都可以覆蓋到成個港島喎。而港島同埋九龍今次都係嗰個核心啊，係暫時睇到係個強烈雨區核心個位咧，所以天文台有機會係基於安全咧，都係要發出呢個黃色暴雨警告信號，係有一定機會嘅。而天氣概況咧，就預料今日晏晝咧就會短暫時間有陽光，有幾陣驟雨，就好似而家咁啦，其實都係初時局部地區驟雨較多，琴日有狂風雷暴，吹南至西南風。我哋展望就係聽日仍然會仲有驟雨。其實星期一驟雨係較仲多過今日同埋尋日嘅，所以喺星期一返工返學嘅香港市民咧，出門之前要留意天文台發出嘅暴雨警告信號同埋發出嘅特別天氣提示啊。但我哋可以見得到，去到22號至到26號嘅時期，天氣咧係會轉吹天氣晴朗啊，或者嗰個天氣都唔會再好似呢幾日咁樣有狂風大驟雨咁樣咯。所以我哋見到好似禮拜五咧同埋禮拜六咧，甚至乎可以達到一個酷熱天氣嘅水平喎。但係點解好似禮拜六雖然酷熱天氣水平咧，但點解好似冇禮拜五個雨量好似仲高過咧？因為咧有機會，因為高溫可以觸發到雷雨，所以係有高溫觸發嘅雷雨係有機會形成得到，所以我哋係唔排除呢個可能性，所以就會顯示得到禮拜六天文台就預可能禮拜六就有呢個高溫觸發雷雨機率啦，所以就報導咗有機會可能有雨有出現嘅機會係。我哋睇一睇個衛星雲圖。衛星雲圖可以見得到，香港係被一個廣闊雲帶覆蓋住嘅，而喺
而喺其餘地方啦，我哋見到即係其餘地方就見到南海一帶咧，都會有啲零散嘅雲帶覆蓋住。我哋預料香港喺未來幾日一兩日啦，都會仲係好似俾呢個廣闊雲帶覆蓋住，間中會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而且仲有機會可能發出呢個暴雨警告信號添。但我哋相信發出紅色或者黑色暴雨警告信號咧，個機會就較低。去到我哋講埋我哋第二個話題，就係講到香港未來天氣點樣？我哋預料香港未來天氣咧係仍然會有一兩陣驟雨，但係我哋預料驟雨係唔會好似上個禮拜咁多，同埋嚟緊嘅天氣亦都會多返啲陽光嘅係。仲有一樣最重要嘅嘢就係我哋認為咧，香港天文台喺未來幾日咧，甚至乎有機會，即係你見到咧，7月24日啦，開始係酷熱天氣啦，我哋有機會發出翻酷熱天氣警告信號，係嗰個原因，因為咧係嗰個高空反氣旋下週後期係會覆蓋一個廣東，令到嗰度係天晴同埋酷熱嘅係。好，我哋到下一個話題就係而家西北太平洋嘅低壓活躍程度。我哋見到啦，而家西北太平洋咧係暫時係沒有任何嘅熱帶擾動嘅，除咗呢個之外，就係90 W。但我哋預料呢個90 W 咧會喺未來24至48小時逐漸消散。我哋睇得遠啲，睇埋世界各地有冇呢個熱帶氣旋先。我哋見得到呢個熱帶風暴 Elida 係佢已經增強咗一個叫做熱帶風暴級別啦，甚至乎咧有美國模式仲預料佢可能會增強為一個1級颶風喎。我哋預料佢會向西北偏北方向移動，會之後喺北大西洋嗰度就會逐漸消散嘅係。至於其他地方咧，就暫時見唔到有呢個熱帶擾動嘅出現嘅，只係見到呢個熱帶風暴 Elida 喺度啫。好，我哋去返我哋今日較為最重點嘅問題，就係下星期會唔會打風咧？我哋其實會唔會打風？我哋可以一嚟睇，我哋今次先睇咗一個 Easterly Wave， 即係歐中電腦模式先。我哋見到佢預料歐中電腦模式係預料下星期係會有2個熱帶擾動會形成嘅，分別就係一個熱帶擾動就會，但佢哋對呢2個熱帶擾動咧，仍然係個路徑仍然係十分之短期同埋唔太明朗。雖然係多個人員都好支持呢2個熱帶擾動係會有生成嘅機率嘅，但係我哋認為呢2個熱帶擾動暫時會唔會暫時會吹向邊度咧？我哋暫時言之尚早，暫時未知道。但我哋唯一一樣肯定嘅係咧，我哋暫時相信喺呢個熱帶擾動，即係較為近少少向菲律賓嘅熱帶擾動咧，我哋認為咧，佢會向一個西北偏西或者西北嘅移動路徑，稍為靠近香港一帶。我哋喺預報咧都見到好多預報成員咧，就預料佢會向呢個西北移動路徑咧，有機會進入呢個南海，但隨後路徑仍然存在一個相當大嘅變數。而喺遠啲，即係近大約關島附近嘅一個熱帶擾動咧，就係我哋預料佢會向一個西北偏北方向移動，但佢隨後會唔會去邊度方向移動或者登陸咧？我暫時未知。我哋淨係知道佢會喺
西北太平洋一帶佢會向大約琉球群島一帶附近嗰度移向，但係至於最終移向或者登陸嘅地點，我哋暫時都仲未知，因為我哋見到佢個範圍係可以去到台灣，甚至乎去到日本一帶嘅係。我哋暫時唯一一個肯定就係可以關注一下，就係呢個近菲律賓嘅熱帶擾動咧。我哋就多一個集成預報咧，就認為佢唔會話偏得太離譜啊，所以就我認為可以，因為見到嘅話淨係佢頂多攬到一堆菲律賓呂宋個位，但係佢但係佢好多成員都話主要集中喺菲律賓以北南海附近一帶，即係喺巴士海峽嗰度都係。我哋仲有可以睇埋香港天文台嘅地球天氣。地球天氣係集成咗5個嘅預報中心，就係分別就係歐中啦、歐中 AIFS、蜂鳥、伏兒、盤古同埋 AMC 係。我哋可以睇睇，去到即係仲正如我認為啦，係依個熱帶擾動咧，係喺依度真係喺啱啱好似 Easterly Wave 咁樣，即係依個歐中嗰度咁講，係真係喺近菲律賓嗰個位嘅形成，所以依個熱帶擾動我哋認為咧係有機會喺一定程度形成嘅係，而歐中就認為佢會形成。我哋覺得佢23號應該會形成為一股熱帶風暴，佢會逐漸增強，就會橫過馬來西亞，但係到去到7月26號，佢會係進入南海，但歐中咧就認為佢會喺海南島以南去到越南北部嗰度越南附近嗰度登陸。我哋就預料佢會暫時歐中咧就認為佢會喺香港以南大約700公里左右掠過，但係相反歐中 AIFS 咧就認為佢會大約，如果睇呢個強度咧，應該大約佢會以呢個強烈熱帶風暴嘅級別咧喺香港以南大約400公里左右掠過。隨後佢之後會登陸海南島，去海口一帶。我哋要歐中 AIFS 咧，就預料佢登陸海口，即係海南島嗰陣時咧，就強度有機會達到颱風級別。因為我哋見到啦，依個一個環流嘅已經至少都係有大約100公里以上嘅係佢呢個核心環流嗰個風速，而蜂鳥咧就仲誇張添，係預料佢會喺汕頭附近一帶登陸，所以你見得到咧，雖然係大家都係 AI 或者係歐中啦，佢哋嘅差別係十分之大。即係例如你睇歐中咧，即係歐中傳統電腦就預料佢喺海南島南部至到越南附近一帶登陸，之後歐中 AI 就認為佢係去海南島北部附近一帶登陸。而蜂鳥仲誇張，佢預料佢喺汕頭附近度登陸添，即係你見得到可以由西登去東登幾大分別。伏兒咧就預料佢會喺香港以南掠過，大約係200公里左右啦。到時咧，伏兒預料咧，佢呢個熱帶氣旋咧，只會頂多去到熱帶風暴上下行嘅級別啫。而盤古咧就認為佢先前會採取歐中預報模式嘅路徑，之後會向一個西北方移動，喺海口附近一帶登陸，即係喺海南島一帶登陸啦。路徑咧就較為就好似歐中同埋蜂鳥同埋歐中 AIFS 嘅。面個路徑，即係佢嗰個集成預就即係中挺路徑都係。但係咧，你可以睇得出咧，盤古對呢個熱
呢個未來潛在嘅低壓區咧，係有一個叫為活躍啲或者強度係強啲嘅。我哋見到佢好似你見到啦，佢嗰個風圈係較大，你見到即使佢喺香港但係呢個時候喺香港400至500公里咧，香港都係受到大約7級風，7級風即係強風上限嘅級別咯。甚至乎香港你見到佢呢啲，佢見到有少少橙色呢啲位咧，佢直頭係揩到澳門一帶，即係證明佢嗰個風圈係廣闊同埋強度幾勁咯，都係。我睇埋 AMC，因為佢淨係睇到5日之後嘅預報咧，所以我哋淨係見到佢都同各大電腦一樣，都係預報佢會成為一個熱帶擾動。好。總括而言，我哋認為今次香港下個禮拜會唔會打風咧？暫時都係言之尚早，同早幾日我觀察都係言之尚早。但係我哋可以較為肯定一樣嘢就係呢個比起早幾日啦，我哋覺得呢個喺菲律賓附近嗰個熱帶擾動咧形成嘅機率係增加咗唔少嘅，係即係唔同。多國都已經都支持佢啊！而家係，即係你見得到啦。即使即係路徑方面，我哋就暫時唔講住。但係喺 AI 同埋歐中嗰度，即係傳統電腦咧，都係好支持佢會形成嘅。所以我認為香港市民係唔使過於擔心，但係要留意天氣，即係留意天氣變化，因為雖則天文台喺9天嘅預報喺25即係26號，即係25至26號啦，就係傳統電腦同埋 AI 認為佢會最可能入南海，甚至乎可能喺香港會對香港構成威脅嘅時期咧，我仲見到香港天文台嘅9天天氣預報咧，仲係預報佢係會天晴嘅，係即係所以就可以咁講話係仲言之尚早同埋好大變化咯，係。我嚟緊都會持續關注呢個天氣㗎，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喺影片最後，都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哋個頻道，同埋最尾 like、share、subscribe 同埋 comment。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